为了让市民看见台南顶半年拼经济发展的成效，加下半年的展望，经济发展局17号特别以乐活、营销、投资加智慧等主题，由相关科系一一来分享。其中面对全台第一个 AI 产业专区，中央已经答应要设置沙仑历练去学城议案。经济发展局局长强调，最近拢密切甲各科会讨论，原则上 AI 生态园区将投入400亿，明年开始规划，后年兴建。伫赖总统上任的，伊特别留意到 AI 这块吼，伊嘛发觉讲 AI 这块是甲人百工百业是息息相关的，所以讲咱伫产业发展中心内底，咱嘛会甲这百工百业去结合吼。互咱的台南的传统产业，嘛会当用 AI 这个技术来提升咱的迄个品质，嘛提升咱未来的收入吼。通过安尼，互大家有感来施政，安尼吼，大概是这个方向。根据经发局的资料，目前沙仑智慧历练去学城已经吸引140间厂商进驻，创造将近2000个工作机会，其中 AI 产业就占1/4，而且市府也会持续招商，形成完整的产业链。目前伫咱的研发中心，伫咱的沙仑已经有140间厂商吼，那当然。当中有关 AI 的部分差不多占1/4，其他有各方面，包括力能、包括治安，包括迄个量子电脑，包括一些高科技的，这底下是做研发因为是以研发为主，所以讲咱希望讲伊的研发成果会当落地，所以咱伫隔壁有2个园区的迄个推动包括迄个健康园区，包括力能园区。咱都是为着这个企业因研发了后会当落地，会当台南生根安尼，互咱会当更加往前走大家做以上的说明。台南经济发展，赞！台南新闻，顾文吉和乔邦采访报道。